报道我来了解，2022年以前会完全非核的德国再生能源发展到用呢。德国现时再生能源发电占了全国差不多1/4。不过其实在20年前，德国同台湾共用再生能源将占了3%呢。清泰的关键都是2020年通过的再生能源法，除了本业的风力、太阳能、光电设施也都会申请尝试个简单，和规定电厂有并列和购买再生能源电力的义务，也个用能在德国能有发展啊规格个。不过呢，也高比例的使用量呢，也造成人的天料贵贵。另外，增加的安价的量能设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咱们也受到讨论。或者按算能被台湾系过出现的发展再生能源，天促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Des Zeitalters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werden können. Und wir können als erste Industrienation, große Industrienation, eine solche Wende zu hocheffizienten und erneuerbaren Energien. 2012年，日本福岛核材料后，德国是带头为国内的核能使用停落2022年的禁闭期限。但是德国人唔会因此呢将目天好用，因为发展真价的再生能源，未来是可能清好的天力来源。到2020年，估计大概可以达到30%，就是整个发电的占比。那这个是相当可怕的，就全世界很少国家这么高。发展暗号的关键点是到2000年再生能源法通过了后，德国业者所申请建设风力一条能来到6年基础，不是经过签约也核准。天厂是有义务并联6天上面。每起码要报价收购20年。另外，收配电的业者同时也是透过自由买卖电力来赚钱。那我卖电的人，你发电哪个便宜，我就跟你买电。我接到我的那个客户手上，卖电的，哪些收购的钱高，我就卖给，就在发电跟卖电2元化，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到2012年底。德国发电的配比，2022年来到22.8%，比1991年差不多3%来比较，20年成长为7倍，是得讲是重挫6年奇迹。不过德国的6年经验，和台湾没听出是得完全照定做。它用很大的面积，但是它能产生的能源就很少。那我们台湾因为是相对比较我们说地狭人多人稠地窄的地方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发展。除了土地面积涨真多，德国发展再生能源的够强，买6天的成本，是用6年附加费的方式算出天料度，而本超人民扛下来负担。不过，等6年进来嘅发展。附加费咪是年4年调高，而喺德國一磅天差唔多係台幣10塊到12塊，係台灣嘅天料千毛3倍，實在對年收入差唔多係台灣2倍嘅德國人來講，還係一大嘅負擔。民眾已經抗議了，說我們不願意再增加負擔了。好，所以我們預估啦，德國再生能源的發展。恐怕也是碰到它的一个瓶颈了。到目前，我们再生能源附加电费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因为民众都还不愿意。那么你提高以后除了刚刚讲再生能源的发展也会比较有利，提高能源效率也可以真正的推动。这个政府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那么来做一些配套，减缓一般民众比较所得低的人负担，然后这个企业界的竞争力避免受折损。德國對核能航向6年，用喺起碼20年將有廢核嘅條件，不過未帶來高天料嘅時代。台灣要發展再生能源，除了排除各種嘅行政障礙之外，天料一向未聽出要停調高。但是對長期享受低天料嘅台灣來講，用天嘅人係咪咪是來想下，以上來減少用天，更加珍惜一下嘅大份能源。香港新聞方權粉賴關注廖其正綜合報道。